好食大饼肚，今仔日要来饼台中甲中华馒头，倒一位个较好食？这是我们彰化的美食扣肉馒头。中国人爱食控肉，搁将伊包入煎甲金黄金黄的馒头内，用一寡土豆粉甲咸菜，食起来滋味唔知安怎。鬼拢来买等去吃呢，点心呢，跟一般我们的挂包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们的一般是用那个白馒头，它是炸过比较香。中华人爱这味，而且煎馒头到控肉，干那一斤有尔。因为我们彰化人喜欢吃扣肉，吃得很饱，很饱足感，然后吃起来都很香。控肉馒头拢是手工做，头一年透早起来就爱开机器拿面粉，面切拿好爱搁加料零。一定要卤啊，才会酥啊。切好放入几项出炉的馒头，果然是白果香，出来切肉，三层切好了后放入去卤。干那串了差不多要半工，馒头搁煎过，煎甲金黄色有够香。下晡开始卖，随有人咧排练。我是食10几年，伊内底咸菜搁袂介咸啊，伊个肉袂油。滋味、色、香味拢有，台中嘛有煎馒头，面切念落去煎，煎好硬起来炭烧吃。有点烫。我觉得它外酥内软，然后这吃完以后，跟那个红豆味都整个在嘴巴里面很香。看到排队就想来买。多煎好馒头，要你出烟，煎干那金黄金黄，吃起来香香酥酥，包的是红豆餡。这一颗卖多少钱？我已经40年没涨价了。头家若接受采访，哪里无闲，念一个就是1分，无加嘛无减。这是日本时代的时候，我父亲跟日本人写的。民国38年，这个大头就开始煎日本式的红豆馒头，正港口味一个煎就是71年。头家是第2代，干小麦做伙接因老爸担，边仔咧煎馒头已经是第3代啊。大家分工合作，一个包好，赶紧放落去煎，一条龙的生产线，动作紧搁熟练，袂有这排列的民众等上久。台中特殊的日式口味的小馒头，用的面切啊，搁南龟粒的鸭卵，口味特别香，搁搭配甜搁袂味的红豆啊，做落去煎，变成互人难忘的古早味。中华嘛是手工馒头，煎到金黄金黄，到当地人爱食的控肉，互人一喙煞一喙。把彰化在地的特色，把控肉包进去那个馒头里面，真的是蛮特别，而且这真的很好吃。外面皮是面包皮，里面是红豆馅，就是甜而不腻的。两个所在煎馒头特色无同款，无论是爱食肉的，还是爱食红豆的，拢有始终的老主顾。